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一 B 班黎柏橋。香港教育重視兩文三語。喺學校有好多可以學習兩文三語嘅機會。聽日、明天、後日、後天。圓形 circle 三個人 triangle kiss smiling。喺一個遙遠嘅山谷入邊，住咗一班小動物，佢哋各自講住唔同嘅語言。兔仔就講彬彬語，狐狸就講嗚嗚語，小鳥就講啾啾語。因為語言唔通，總是誤會不斷。有一日，山谷嚟咗一個有智慧嘅老烏龜，佢帶嚟咗一袋神奇嘅種子。呢個係兩文三語嘅種子。過咗冇幾耐，種子發芽嚕。從嗰日起，山谷入邊嘅小動物都講住大家嘅語言，彼此交流，幸福快樂咁樣生活落去。語言係橋樑，文化係寶藏。當我哋學識唔同嘅語言交流，就會發現世界嘅豐富多彩，創造更多嘅美好。